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24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将要调起房屋税调整幅度分3档，调整54%到81%，而且是民国90年7月1号以后所起的厝，拢伫个范围内，也因此引发市民的不满。上午，议会国民党团就号召数百名民众进行抗议，这民众手摕着标语，一路游行到市政府，并且冲破警方的人墙，进入市场室。最后，秘书长回应，会予民众一个交代。由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发起抗税行动，24号上午，大约数百名民众聚集伫议会大厅，侪国民党籍议员也拢到场出席。活动总召王家珍表示，市府起房屋税并追溯到15当前的老厝，并无合理，要求退回并重新审议。追溯15年的熊耀定的这，他抵死不肯把它撤销。我们接到四面八方来澄清的电话，拢顶懵，说1年当初不涨税不是我们的错，是你市政府的错。我们用选票支持了他们，到现在拿我们乡亲做提款机，拿我们来做他的存钱筒。咱市政府甲咱讲，不公不义、乌小的作业，伊是安怎样决定的？伊是安怎样决定的？是安怎唔免经过议会？是安怎免互咱乡亲大家知影？这个政策是安怎来？所以咱的权益，咱要家己求，咱反对追到15档的中古厝，也免甲咱算这个新的税率，这是咱绝对袂当支持、袂当同意的，对不对？抗议民众手提布条甲标语，一路画着口号，由议会行到市府，并突破警方，直接冲入市场室。但因为市场变更行程无伫府内，抗议民众一度要霸占市场室。最后由秘书长李梦燕出面接受澄清。以咱6岛内底吼，咱即届咱的迄个比例是上低啦，咱的税率第二就是讲即届受影响的，其实伫咱全台南市61万户的厝内底，18，敢若就18%，敢若有18%有受到影响，剩下的50万都没有调整。这是为着考虑讲，而且它是以比较晚盖的房子。虽然秘书长一再说明调整费率将分3档，第1档调整54%，第2档65%，第3档到81%，但民众质疑为何要追溯到民国90年以后起的厝？对此，国民党议员提出2点诉求，一方面要求莫追溯，另外就是重开委员会，在重开审议进程袂当对外公告。对此，秘书长表示，因为委员会法定程序基本上已经真完整，不过市府会将民众意见做综合考量，预计27号中昼向市民说明。如果市府无回应，抗议民众将再度发动抗议。电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一场名号做“青苔刷刷刷，后尾莫阁来活动”，上午伫个巴克利纪念公园举行誓师大会。这是工务局为了防止乌尾愈生愈多，所以为清除滋生源作为开始的行动，希望献予民众一个舒适的活动空间。真侪人拢有被乌尾叮到的经验，不止将利益严重的时阵，甚至会造成过敏的状况，非常使人头痛。最近工务局就接到通报，真侪公园最近有大批乌尾出现，造成市民真大困扰。所以工务局特别举办“青苔刷刷刷，乌尾莫阁来”活动，要来清除公园内面乌尾繁殖所需要的青池，减少这个使人苦恼的网虫出现。我们接获了这个陈情之后呢，反映之后，我们就接着呢来发动这个小黑蚊的清除的一个工作，希望把这个小黑蚊呢能够从这个公园里面把它呢作为一个有效的一个清除。
那因为这个公园呢是属于是一个生态的一个公园，因此呢我们一些化学的一个防治的我们也不能随便乱用。因此呢我们在看了之后呢，我们觉得说呢，在这个地方最好的方法还是以清除这个青苔。那清除青苔之后呢，我们再以这个覆土的一个方式把它掩盖，那可以有效的来防止。当然，这个是第一步也是初期的一个做法。我们后续呢还会有一连串的一个作为，然后把这个部分的动作做好，希望能够提供呢市民的一个最好的游憩以及呢休闲的一个公园的一个空间。市民伫居家附近也当参考工务局的做法，先将地面的青苔刨除，伫顶面砍土或者是石头，减少青苔成长，地当大大降低污染环境。未来工务局也结合社区宣导，甲市民做伙防治，维护一个舒适健康的休闲环境。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议员陈培雅爱心义工协会所发起的暑假午餐助动计划已经举办4档，今年阁新加入林美燕议员所带领的爱心妈妈，将服务的范围为东区扩大到南区，互更加侪着细儿童唔免烦恼暑假中昼长的问题。暑假中餐助动计划由台南市陈培雅爱心义工协会发起，服务至今已经4年。今年因除了要继续服务需要帮助的弱势学生，而且佫加入了由南区议员林美燕所带领的济爱心妈妈，将服务的范围扩大到南区，互更加侪需要帮助的小朋友会当受惠。从101年开始从这个寒暑假的营养午餐已经进入第4年了。做的心敢若有一个感受，就是介欢喜心啦因看到咱会当斗相共足侪人足侪囡仔伊是大人无伫的时阵双薪家庭也蛮多的。他能够在说他的寒暑假学校没有供应营养午餐的时阵，我会当做这个期款这甲大家看到囡仔伊种让他的家庭。伊的家庭真安心，阮嘛甲做到足欢喜心的时阵这是阮同快乐的一点啦我周边的一些好姐妹就讲，妹妹咱是不是当甲阿妹赶快做位来做？伊照顾东区，咱来照顾南区啦。我们一起来，大家都知道，阿妹跟我伫议会，我们都是好姐妹，我们两个是好姐妹啦所以我嘛想讲我就甲阿妹讲，阿妹好啦，我这姊妹讲要做你甲你的起筋。我们就跟他起筋呢，各个起筋的怎么去包括怎么去制造餐券怎么去包饭餐券如何就是这个怎么供应一个营养、卫生又安全的这个餐给小朋友。会当完成暑假中餐的爱心活动，议员感谢在场济爱心妈妈以及长期以来免费提供有机米的业者。同时，今年度为着要找找较侪经费，因也开始卖爱心手工纱文，而且设立爱心善款专户，互每一笔钱拢会当落实使用伫咧小朋友身上。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位伫南区的成功性活动，每到热天拢会转青草地，免费提供予乡亲取用。这个传统已经延续50档，而且每一档举办都有大批乡亲到现场去排队。古早时代，乡民只要着耍无爽快的状况，定定拢会啉青草茶来消暑解热。成功性活动。每当夏季过后，拢会煮天然的青草茶，免费分送予乡亲。这项地方的传统到即马已经持续50档，每一档庙方拢会邀一志工做伙去挑午时水，也阁有去野外挽药草返来庙认主，互地方的乡亲伫斗相共的同时，也会当联络感情，相当有人情味。敢捌听过？一支免早念个都。这个活动拢差不多拢伫夏季过了几工才，因为天气多足热较早和平生活较困苦有时会一寡热着的疾病啦所以爱按姓名有指派一寡药味或者按这和平，大家免费来讨。议员吕维英也到场，甲乡亲斗相共，并且呼吁市民来南区体验这款难得一见的地方传统。这个是相当适合观光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南区有很多像我刚才所提到的湾里、喜树、昆生的一个旧部落。
比方说我们昆山有开台的这个龙山寺在拜清水祖师，阮的这个原理喜球啊，有王爷甲王准的文化，嘛是这个南部这个相当罕见的。特别是我们的原理的万年灯的这个王准的文化，是全国唯一不下水烧，无烧王准，但是有王准的撩景的一个全国唯一的一个传统。那所以其实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不管是否居住在台南市特别是可以趁这个暑假期间有闲无闲拢会当来阮南区佚佗。新疆性活动进行这项传统已经50年，庙方欢迎大家伫6月30号以前自备勇气到南区性活动，免费领取清凉又个解暑的青草茶。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要关节马上带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热天是用电的高峰期，台电台南营业处选择节能省电，呼吁民众尽量选用有节能标准的家电用品，而且伫每一天的上午10点到下晡3点用电高峰，尽量减少无必要用电。夏天一到，随着温度愈升愈高，用电量也愈来愈增加。台电台南营业处为了宣导民众节省用电，一方面除了呼吁民众选用节能标准用品。另外，伫用电高峰，台电也呼吁民众尽量减少无必要的照明，随手关电、关电火，减少用电加用电压力。这个夏天是一个用电的高峰了那台电要在这边来呼吁这个全体市民来节约用电像平常的话，不必要的这个照明你就跟它随手关掉。那假如说你要换购或是新添购这个电器产品的话请购买有这个节电标章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节省用电，也省荷包，也帮我们这个电力的供应的压力减低了在1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是一个用电的高峰这边要拜托大家把这个冷气的这个温度设定提高1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6%的电力另外，像洗衣机这个不急着在这个时间来用电的就移到这个时间以外来用电那这样也都可以帮大家来帮我们来节省这个减少这个供电的压力请大家一起来共度这个难关。为了宣导节能省电的重要性，台电台南营业处也由本身做起，亲像办公室平常时无必要照明，也拢随时关电火，并尽量采用天然照明。而一寡用电量较大的家电用品，台电公司也因宣导品教导民众安怎节省能源，希望会当度过夏天用电高峰，避免限电的痛苦。台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暑假是会库欠费高峰期，各星级饭店结合大义无经贸基金会，上午举办关会活动。因为天气袂歹，加上只要关会就算自助参观，而且会当抽奖，一透早6点就有人去排队关会。虽然日头赤炎炎，不过一透早伫饭店门口拍算关会民众就摆甲热热肠。第一位民众竟是6点就到场。大家除了要响应关会做爱心，前300名毛免费5000个自助餐加招待双人房的抽奖，会当看出人气强强滚。其实对饭店来讲，透过每一档固定办关会，嘛是要形成一种习惯。
提前由于关怀民众每当300容易当来支持，所以今年个加码3米来回馈。非常开心哦，有这么多热血的民众来参与我们大义励志热血来做公益。那为了回馈各位好朋友的这个热情呢，我们大义励志特别加码。原本1年我们会举办2次，那今年呢，我们特别在加码会办3次的活动。那今年除了有我们的餐券摸彩以外呢，我们还加赠了吃上米1包。那也在最后呢，我们活动结束还会再抽1张住宿券，感谢大家热情的参与。根据了解，饭店前4摆活动总共有921位观会者，观会达到1181地。不过因为暑假期间就是上届欠缺的时期，所以观会中心嘛再次呼吁民众踊跃响应。学业的来源有3种，一个是部队，一个是学校，一个是我们社会大众。那么我们的学校呢，因为在6月底的时候就紧接着就开始放暑假了，所以我们的学员呢势必在暑假的时候会减少掉1/3。那在放暑假之前呢，我们的学员达到刚好是供需平衡。可是呢，到了放暑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短少了1/3，这1/3非常的难补。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云嘉南地区呢，1天的用量大概要1100袋左右的血，云嘉南的医院的总用量，1天就要1100袋的血。所以呢，在此的呼吁我们的这个府城呢，乡亲民众借着我们大义励志酒店这样的能够做社会公益、发挥爱心呢，尤其如果您是 A 型的或者是 O 型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血液库存量呢，大概都是在6、7天左右而已，不是很多哈。所以如果你是 O 型或是 A 型的民众呢，希望呢能够多呢来捐500。每一位民众发挥家己的力量来支持，嘛借出鼓励符合关会条件民众拢当站出来。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食品安全问题不断，位伫永康的畜产集团，为了提供消费者安全健康甲美味的承诺，不惜动资率先全国的业者打造国家级的品检中心。除了要为源头把关，嘛要透过专业的仪器来分析肉品甲鸡卵的品质，互消费者更加有保障。一般消费者买猪肉往往只当看外观比介绍，不过你敢有想过透过专业的仪器，买当切出肉的柔嫩度、保水性等等的口感。我们如果从这个刀在测试的状况下，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肉它如果本身，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喜欢吃起来的肉质喜欢稍微软一点的，对，就柔软度比较高会好一点的。那有的肉可能因为它本身比较干，所以可能会影响到它的那个肉质。那我们在这样测试的时候，可以知道说这块肉它本身它是柔软度是不是比较好？因为对我们大户人来讲，当然是肉是有一定的柔软度会比较好，在对。除了肉品以外，如何选择鸡卵，一般也是以大小外观来判定。不过其实鸡卵好歹，除了看到清气、到明显的水分，甚至卵壳的高度、卵磷、卵清的关度等等，都是关键。而透过专门仪器的数值来检测，到底够青，容易当一清二楚。当然，业者除了希望提供消费者安心，进一步买当对饲料、卵鸡到洗选的过程来专程把关。分级包装，主要测试蛋白的高度，还有那个 HU 就是它的毫斯单位，还有蛋壳的强度，还有我们最重要就是它的那个蛋黄颜色，我们全部会整个还有蛋壳厚度，这5项的检测标准，然后我们检测 OK 的话，我们才会上市出去。那我们检测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回推到底机制有没有什么问题，饲料厂要不要做什么调整。那这样的话，常常维持我们所有检测的那些我们要素都能保持在我们要的标准以上，这样子。确实，食品安全已经是消费者的基本要求，所以畜产集团特别率先打造价值中药，符合国家级规格品检中心，希望会当精准、快速来检验52种药物以及310项的农药残留，让消费者安全、健康、美味的承诺。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水高社文化园区目前虽然正伫修复当中，不过为了提早活化当中公园的空间，文化局特别邀请12个工艺团队进驻，来进行工艺展演以及手工体验的推广。
固定2018年才完工启用的水高社文化园区，因为公园内无属于文化资产的部分，市府经先完成征收，所以为了让园区部分会当提前活化再利用，文化局精选12个工艺创作团队进驻，其中有台南德会成员进行传统竹编的制作，毛用竹仔做成的米碗，和传统工艺直接进入现代人的生活。加上结合无同的材质所设计的作品，相当精彩。我们协助台南市竹会在这个地方进驻，其实我们都是共同对工艺有一个热忱。那我们透过这个工艺设计的展览馆，希望可以带动一些新锐的一个年轻学子，然后让一般的民众更认识工艺，然后让工艺更现代化。除了这以外，家具产业博物馆嘛透过工作坊用专业白工，要互进在受灾户来体验做滴，伫推广无插电的手工以外，佮加做爱心。刚好借这一次有水交社这一个场地，好，那我们就把这边基本上是定位为不插电的木工，好，那希望借由不插电的手工具的使用。让大家来认识木工的这个面向。今年因为有我们台南的地震所以公司这边我们有捐了50套的桌子椅子以外，我们也希望说提供我们木作，事实上是很疗愈、很亲近人的这一个部分，让大家来体验。文化局表示，核选进驻的这10个团队，也有纺织、拼布、陶艺、银制品等等，伫经过3个月规划设计以后。6月25號禮拜六就將正式對外營運，歡迎大家做回來體驗工藝術。那我们在这12个进驻团队里面呢，包含了金工、木作、银黏土、银工，然后竹艺、陶艺，以及羊毛毡、拼布，等等。各式各样的工艺创作，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营造，让更多的民众、观众朋友可以认识工艺的创作种类，然后并且借由手作的体验，然后体会工艺的美好。那因为工艺其实是台南很重要的一个传统的产业，那很多的现在很多的产业都被机器所取代，那我们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工作室的成立，还有作为艺术家的一个工作室的方式呢，能够保留这些传统工艺的一个手作的精神，然后也可以让更多民众来这边体验。水高社工艺部落伫正式营运以后，每礼拜5、拜6加礼拜3天，嘛拢会对外开放，表者成为传统工艺加城市生活美学新的代表。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再来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甲总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6月24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